如果有得揀，邊個會選擇離鄉背井啊？係咪啊？咁開鋪10年有多，經濟下行，咁你唔出嚟重新揾份工做，唔通你真係等冇得做嘅生意做到執笠咁啊？肯定要提前鋪路啦，要提前點樣離開原本嘅舒適圈，重新去揾一個可以令生活保持穩定嘅一個工作，一個收入。寧願身體上嘅疲倦啊，都唔好俾自己心理上嘅折磨。咩叫心理上嘅折磨？心理上嘅折磨就係你日日坐喺一間鋪頭入邊，冇人嚟幫襯。你每日上網去睇好多唔同嘅新聞，好多唔同嘅時事，你會好內耗，好內耗。所以咁你決定，如果唔做生意，你一定要揾一個比較有機會發展嘅地方，對年紀冇乜限制嘅呢個地方就係香港。